咁啊街超嘅市場有特價，買1送2，咁我就去入貨啦。咁啊遇上咗鄰居喎，咁對方咧就有啲尷尬，原因對方退休前咧就係一間企業做管理嘅，咁領咗一筆高額嘅退休金。退休之後咧就同丈夫去咗旅行一段日子，咁冇諗過佢會喺退休之後咧就再工作嘅。咁傾談之下咧就得知佢個仔咧以前設計拎過好多獎嘅，咁就去咗一間設計公司工作，咁發覺自己幫老闆咧就賺大錢喎，咁啊不如就自己做老闆啦。而屋企2個老人家都好賺食，但係做咗一段日子啦，錢咧就未賺到，時時咧就白做。父母咧就覺得佢係經驗不足，咁啊所以咧就出錢出力咁去幫佢啊，但越係幫就越差，客人接二連三走數，仲惹物官非添。咁退休金冇晒啦，咁只好揾工作幫補啦。咁啊鄰居又慨嘆，冇理由自己都係做管理㗎，點解唔得呢？咁又擔心個仔喎，咁我就嘗試下睇下佢嘅情況啦。咁喺仔仔個盤咁就睇又冇乜特別啊，咁加埋個媽媽落去啦，一睇就發現有問題啦。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靈芝。今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個盤同祿係有關嘅。祿咧就係子福祿壽個祿啦，又稱祿元、祿存。歸祿就係日祿歸時宿5個字嘅宿稱，比如甲日壬時、乙日卯時、丙日巳時等，一共係12組嘅。咁呢個祿咧，因為喺子女宮，性質咧同建祿、專祿咧就完全唔同。頂為子女想嘅，勤儉而善積蓄。咁啊，雙官歸祿係指時上雙官坐祿。咁啊，女命咧就係貴格、綽約豐姿、人緣優嘅。男命咧就要係日月逢財，咁啊中等富貴。比如日月劫財就為破格，咁啊孤貧命啦。歸祿格咧就有5忌嘅，咁啊怕刑沖啦、克梟神出、官殺比劫多嘅。咁就要變格。歸祿用財咧就有雙官介日、財丁興旺、人緣佳、富貴相傳。金嘅祿喺申，如果申咧喺月份就叫做建祿，喺時辰見到申咧就叫做歸祿。酉咧就叫陽刃，如果月份咧就叫建刃，喺時辰叫歸刃。咁喺年嗰度咧就叫歲，日柱咧就叫坐，如果庚申日咧就叫坐祿。咁點為之稱到格局呢？以呢個例子，呢度咧就係酉金咧就只有一個酉金，而呢個酉金咧就係歸，所以叫做歸人格。同樣地，亦都可以叫做雙官格。咁因為咧喺正格裏邊咧就叫雙官，咁亦都同時地咧係歸人格。咁兩者唔同意思嘅，佢根氣咧就喺時，時咧就係佢嘅晚景晚年。第二咧就係子女，呢個時咧係女子嘅宮位。亦都係佢同子女嘅緣分。咁第一歸祿咧，就一定要睇佢喜用。如果一定係呢個刃嗰度咧，咁就係歸刃啦。咁前邊嚟睇，全部都係食傷。食傷旺嘅時候，佢身弱。咁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忌神就喺前頭2處，尾後嘅根基咧就喺時，自然喜用喺時啦。咁呢種命格咧有種特別嘅情況，就係先苦而後甜，先難而後易。不過咧喺艱難嘅情況底下，係容易度過，容易攞到好處。咁喺每一件細嘅事上面咧，就包括工作，每張單都係經過難而要忍痛，尾後先得到歡樂嘅。佢嘅特點咧，在於見刃。佢如果冇咗呢個刃咧，嗰個金咧就完全係冇根嘅。咁啊，仲要睇係男命定女命，呢個係古法。自古以嚟，女命咧就好多時係以子孫為重嘅。咁所以以前有一句話，養兒防老就係咁嘅意思啦。佢嘅根基建立喺子女宮嗰度，所以佢嘅緣分啦、姻緣姻緣咧唔係淨係指男女間嗰個情懷嘅，人同人啦、人同物、人同動物都係有一種叫姻緣。因同因嗰個咧係有同嘅解釋，即係話你遇到嗰樣嘢係有種引力俾到你埋去，嗰種叫因啦。即係我好中意隻杯，咁就買翻屋企啦。其實呢度咧係有個姻緣走出嚟嘅，因為咧你可能唔知點解就行到嗰條街，唔知點解咧就入咗間鋪，又睇中咗呢隻杯喎。咁呢個咧就叫姻緣，所以好多人咧就誤解咗，以為男女之間嗰個咧先叫姻緣。嗱，咁我哋走翻去講啊，歸刃咧
就係佢嘅根基。咁佢嘅根命咧就建立咗喺呢度，即係話佢同佢嘅子女就係相當密切嘅緣分。誇張啲講啦，就算唔要條命啊，我都要顧住啲仔女嘅。嗱，翻轉頭咁又係佢生命嘅基礎，即係話佢好多時嗰啲奮鬥啊，有啲難關過啊，老公我都唔諗噶啦，我淨係諗住我啲仔女，咁樣咧就俾我有勇氣過難關嘅嗰種感覺，都係呢啲歸祿歸印啊。即係話個緣分密度去到咁緊要，咁所以點解有啲人日日夜夜就攬住個小寶貝，或者個小寶貝咧有事，咁啊不問情由咁啊幫佢解決，咁咧就係呢一種咁嘅緣分嘅密切。咁佢哋咁重緣，咁對命主晚年好定係唔好咧？咁我哋下期翻嚟追入去睇啊！